好，来继续来看四大便利超商，为着要防堵疫情，伫咧多项拢来增加着防疫的措施。这个统一超商莱尔富甲 OK 店内的用餐区暂停开放，若全家是无暂停，也毋过增加着消毒的次数，逐工6改。但是安尼一来，恐惊这个便利商店就无便利咯。不过民众拢会当体谅哦，讲无要紧啦，共同防疫上重要。便利商店大街小巷拢有，就惊讲变成防疫网破空。四大超商伫同园拢增加防疫措施，除了入到店内消费一定要挂嘴暗以外，统一超商 7-Eleven 内面的座位拢暂停使用，通便院边仔门市便所暂停开放。莱尔富甲 OK 嘛比较办理，即日起店内座位区暂停开放，全家便利商店是维持原样，座位区甲便所照常开放。也毋过会较接消毒，为每一天3摆，增加到一天6摆。有说要停了就对了。我头仔门为以后拢贴起来，超商的业者希望讲透过这款的限制措施，减少民众伫咧室内嘴暗白来食物件，做好防疫。很好，怎么说？不会在那边聚集啦。我觉得我们遵守就好了。虽然较无遐方便，也毋过民众拢有法度谅解。市长电文参嘛肯定业者高标准的措施。有群聚的地方，或者是有这个用餐区哈，容易造成飞沫传染的地方哈，那这段时间确实要采取比较高的标准。这期电文参嘛，过去机场捷运下7站巡视，包括被列为防疫重点的汉堡、美国挂包店，确保因相关的消毒工作拢有做确信。